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港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6月24日嘅香港時間下午5點。今日個市真係生猛咯，恒生指數大升咗2.06%，一口氣衝穿24000，國企指數都跟住升1.90%。最威水係科技股啦，恒生科技指數飆咗2.14%咁多，成個市場好似食咗大力菜咁。點解咁勁啊？第一就係中東嗰邊傳來好消息，伊朗同以色列終於簽咗停火協議，即刻掃走晒啲避險情緒，啲錢湧返入嚟，科技股梗係食正個勢啦。理想駕車彈高3.81%，做鏡頭嗰間舜宇光學都升咗4.29%，連小米都衝高3.74%，阿里巴巴都跟住升1.71%，成個板塊紅當當㗎。金融股都唔執輸㗎，有傳證券業搞併購，搞到宏業期貨癲咗咁爆升15.28%，中國銀河都抽高8.75%。銀行股仲犀利，交行同建行啲股價破晒歷史高位，真係硬淨到爆。不過有啲板塊就慘情啦，停火搞到油價腳軟，搞到太平洋航運插咗成16.53%，中遠海能都跌近9.81%，真係跌到趴街。軍工股都跟住散水，資金明顯係轉緊倉㗎。要留意反個市今日成交都幾旺，恒生科技 ETF 易方達呢隻嘢升2.37%唔特止，成交額仲衝到6.26億銀，半年嚟規模一路膨脹。衍生品市場仲誇張，頭5個月槓桿產品成交額按年爆升80%，成45億銀一日，睇嚟班大戶手痕得好緊要。展望聽日呢，雖然今日個市好似好精神，但都要提提大家，個停火協議仲有變數㗎，能源股隨時再震。仲有金融股升到咁高，萬一政策預期落空，回調起上嚟都幾金㗎。晚黑仲要睇實美國聯儲局放咩風，總之大家要睇實啲板塊輪動啦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